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返嚟策局最前線。最近大家茶餘飯後傾得最多嘅，肯定係關於移民同回流呢個話題啦。大家睇落以為移民去英國就係去咗天堂，呼吸住自由嘅空氣，但其實水好深，背後嘅辛酸同博弈可能遠超你想象。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單新聞，表面睇好似只係個別移英港人適應不良回流香港，但背後牽涉嘅英國政策轉變、社會現實，以至所謂英式自由嘅真相。到底葫蘆裏賣咩藥？究竟係咩一回事？等我哋一齊拆解。話說最近有一單新聞引起咗好大迴響，隨住英國政府近期傳出要加辣，大幅收緊申請永久居留嘅條件，唔少移英港人開始浮上水面，接受媒體訪問，大吐苦水。其中英國廣播公司 BBC 就訪問咗一名移英3年嘅香港男子，呢位男士嘅經歷真係聽到都覺得心酸。佢話自己喺英國長期感到孤獨同抑鬱，甚至嚴重到每晚喺床上都萌生自殺嘅念頭。大家試下企喺佢個角度諗，去到一個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冇親戚朋友喺身邊，面對住沉重嘅生活壓力，嗰種無助感真係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更令佢心寒嘅係，佢喺當地一間餐廳做侍應嘅時候，竟然無端端被人襲擊。最離譜嘅係咩呢？明明餐廳有閉路電視影低晒成個過程，證據確鑿，但英國警察竟然拒絕拉人。呢件事令佢對英國所謂嘅人權同自由徹底失望，期望完全落空。最後佢下定決心買張機票回流香港。而家佢喺香港做緊的士司機，生活反而覺得踏實。佢直言呢段移英經歷令佢重新審視到底咩先叫真正嘅自由。呢個活生生嘅例子絕對唔係單一事件。我哋策局最前線成日強調數字識講嘢。根據多個港人組織早前進行嘅一項聯合調查，訪問咗大約1700名透過 BNO 簽證移居英國嘅港人，結果顯示有高達27.6%嘅受訪者表示準備離開英國，其中有12.8%嘅人明確表示會回流香港，另外有14.8%嘅人就打算移居其他國家。大家計下條數，如果按比例推算，即係話大約有21000名 BNO 移英港人準備或者已經回流香港，呢個數字絕對唔細。點解會搞成咁？當年好多人以為攞住本 BNO 去英國就係通往自由民主嘅康莊大道，點知去到先發現，原來係一條充滿荊棘嘅掘頭路。首先，生活壓力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英國近年通脹高企，百物騰貴，由水電煤到日常開支，樣樣都係錢。好多移英港人去到當地，根本唔返本行，甚至連全職工作都考唔到，要由低做起，做啲基層勞動工作，收入大減，但開支大增，嗰種經濟壓力真係會壓到人，抖唔到氣。聽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好奇怪？當初話走就走，點解而家又要急急腳走返轉頭？我個人嘅睇法係，好多人當初決定移民嗰陣，根本就係一時衝動，或者係受咗某啲政治氣氛影響，冇真正深思熟慮過自己係咪適合喺外國生活。講真嗰句，移民從來都唔係買張機票咁簡單，而係連根拔起，去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重新建立一切。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移咗民，不妨留言分享下佢哋嘅近況。除咗經濟壓力，更致命嘅係心理上嘅折磨。頭先提到嗰位回流揸的士嘅男士，佢面對嘅孤獨同抑鬱，其實係好多移英港人嘅寫照。有研究指出，每3個移英港人就有一個面對社交孤立嘅問題。去到英國，語言文化有差異，好難融入當地圈子，加上身邊冇親人支援，遇到困難連個傾訴對象都冇，長此下去好容易屈出病嚟。更甚者係佢哋要面對赤裸裸嘅歧視，呢種歧視唔單止嚟自街頭嘅當地人。有時甚至嚟自政府部門或者執法機構，就好似頭先嗰位男士咁，遇襲報警，有晒 CCTV， 警察都唔理。呢啲就係所謂嘅英式法治，呢啲就係佢哋夢寐以求嘅公平公正。大家睇真啲，英國政府最近仲傳出要大幅收緊移民定居政策，提高申請永久居留嘅門檻，包括要求提高英語水平測試嘅成績，甚至可能要符合特定嘅入息要求。呢招加辣擺明就係想趕走嗰啲低收入、對英國經濟貢獻唔大嘅移民。講得難聽啲，即係用完即棄。當初為咗政治本錢，大開中門歡迎你哋去，而家經濟唔好，覺得你哋係負累，就諗計提高門檻逼你哋走。呢啲就係西方國家一貫嘅偽善面目。其實我覺得最核心嘅問題係，好多人對西方國家有一種不切實際嘅幻想，以為去到英國就一定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權。但現實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嘅社會問題，有自己嘅利益考量。
當你真正生活喺嗰度，你先會感受到嗰種二等公民嘅待遇。大家試諗下，如果你喺香港俾人打，有晒 CCTV，香港警察會唔會唔拉人？絕對唔會。香港嘅治安同法治效率喺全世界都係數一數二嘅。錯啦，好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出去俾人打過、呃過，先知香港有幾好。我哋再深入啲察局，英國政府點解要喺呢個時候收緊移民政策？好簡單，因為英國自己都自身難保。脫歐之後，英國經濟一直未見起色，加上近年嘅通脹同罷工潮，搞到民怨沸騰。英國政府為咗轉移視線，安撫國內選民，唯有向移民開刀。對於嗰啲已經去咗英國，但又未住夠期申請永居嘅港人嚟講，而家真係進退兩難。留低可能達唔到新嘅門檻，最終都係要走，而且生活艱難，日日擔驚受怕，走又覺得冇面子。當初大鑼大鼓話要走，而家灰溜溜咁返嚟，怕俾人笑。但現實歸現實，生存先係最重要。所以我哋見到越來越多移英港人選擇面對現實，回流香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一直以嚟都係包容同開放嘅。對於呢啲回流嘅港人，香港社會絕對唔會拒絕佢哋。畢竟大家同聲同氣，都係香港人。不過經過呢一次民主自由嘅鐵拳洗禮，相信佢哋對自由呢兩個字會有一個全新嘅體會。自由唔係一句口號，唔係可以凌駕於法治同社會秩序之上嘅借口。真正嘅自由係建立喺安居樂業、社會穩定嘅基礎之上。冇咗安全，冇咗飯碗，講咩自由都係廢話。我哋再將個鏡頭拉闊啲，睇下英國而家嘅整體局勢。英國政府而家面對嘅唔單止係移民問題，而係一個結構性嘅經濟同社會危機。大家有冇留意到英國近年嘅公共服務可以話係千瘡百孔，由醫療系統 NHS 嘅崩潰到鐵路、郵政嘅頻繁罷工，呢啲都反映出英國政府喺資源分配同社會管理上嘅無能為力。喺咁嘅大環境下，移英港人自然首當其衝成為犧牲品。當英國本地人都覺得生活艱難，對政府不滿嘅時候，佢哋好容易就會將怨氣發洩喺外來移民身上。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移英港人喺當地會感受到越來越多嘅歧視同排斥。而且英國政府為咗填補財政赤字，不斷加稅，對於好多帶住積蓄去英國嘅港人嚟講，佢哋嘅財富正喺度被慢慢蠶食。原本以為可以喺英國安享晚年，結果發現自己嘅棺材本都隨時保唔住。呢種對未來嘅不確定性同恐懼感，亦都係促使佢哋回流嘅一個重要因素。講到呢度，我想問下大家，你哋覺得英國政府而家嘅做法係咪有啲過橋抽板嘅感覺？當初為咗政治目的，高調推出 BNO 簽證計劃，而家見到勢色唔對，就即刻落閘放狗，呢種做法真係令人心寒。如果你係嗰啲準備申請永居嘅移英港人，面對住越來越高嘅門檻同越來越差嘅生活環境，你會點揀？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下你嘅睇法。相比之下，香港嘅優勢就顯得更加突出。雖然香港近年亦都經歷咗唔少風風雨雨，但香港嘅核心競爭力依然存在。我哋有完善嘅基礎設施、高效嘅公共服務、良好嘅治安環境，仲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嘅獨特優勢。對於嗰啲回流嘅港人嚟講，香港始終係佢哋嘅根。喺呢度，佢哋唔需要面對語言同文化嘅障礙，唔需要擔心被歧視。更重要嘅係，佢哋可以曳翻嗰種久違嘅歸屬感同安全感。當然，回流之後，佢哋亦都需要重新適應香港嘅生活節奏同工作環境。但正如頭先嗰位回流揸的士嘅男士咁講，只要肯做，喺香港一定行到食。香港社會亦都應該俾多啲包容同支持佢哋，幫佢哋盡快重新融入社會。總括嚟講，呢單移英港人回流嘅新聞，絕對唔係表面睇咁簡單。佢反映咗英國社會嘅深層次矛盾，亦都戳破咗西方國家所謂民主自由嘅美麗幻象。我哋察局最前線，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事態發展，為大家帶嚟最深入嘅分析。今日嘅察局就去到呢度。對於呢2萬幾個準備回流嘅移英港人，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你覺得佢哋返到嚟香港會唔會適應到而家嘅生活？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下，大家一齊討論下。真相往往出人意表。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察局最前線，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保持清醒，我哋下次見，拜拜。